开始来关心九州集团的总裁陈建国，也有刑事局前警官林明哲，因两个是斗空，牵涉洗钱，也有警察涉密贪污罪罪嫌。顶礼拜，一个人是以2亿交保，另外一个以1200万交保，也毋过检方不服提出控告。昨昏台中地方法院是定开羁押庭，即马结果出来呀，疑似原裁定，同款是交保，也毋过爱挂电子卡了监控。天门拍开，黑色小车驶离开台中地院，坐伫车内底人就是九州集团总裁陈建国。另外，坐轮椅地帽啊，脚正明显快速挂电子卡环，伊是刑事局前警政监林明哲，两人各自离开地院。昨下晡4点，台中地院中海羁押庭，九州集团总裁陈建国正轻松行入法院。对这摆羁押庭，伊信心满满。你要相信司法吗？里面就会知道了。可以接受吗？你对自己有信心吗？当然有。可以接受，就是法院要反悔更裁这件事情吗？这是政府的权利啊，没办法。陈建国讲，尊重检方提出控告。另外一个被告前刑事局警政监林明哲，故意避开媒体，企条围边门进入法院。检方侦办九州集团洗钱甲涉密案，顶礼拜2人交保。检方认为因的材料拢用逃亡境外，所以提出控告。大中国分析认为，陈建国不想要坐飞机出境，手机关机，而且手机内底有共案的被告持配证，问伊卖空中巴士私人飞行机的截图，应证明财力真高，有逃亡海外能力。林明哲无固定住的所在，加上限制住基地伫个屏东县，离台中地院管辖区真远。屏东县海华线等非法出海管道罪，都撤销地院交保裁定。顶礼拜2人分别2亿甲1200万交保，定开羁押庭结果交保金额甲第一摆裁定结果同款。毋过除了拢爱挂电子卡环，也搁爱伫每礼拜指定时间去派出所报到，搁用居家记录器监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